讲到终身学习生命的进道，咱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来思考一个对咱一生中间真重要的功课。咱拢真知影有一个观念叫做终身学习哦，特别是现代人，咱感觉讲活到老学到老。无论你是心中的职业，无论是你心中的年纪，生命是一生的功课。其实这是圣经所予咱的观念。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兄弟姊妹，咱伫每一个阶段拢充满上帝圣神所赏赐咱的动作的陪伴。独独只有圣神，伊才会当将上帝的事、圣洁的事和合。圣经讲，圣神用圣神的话来和合属灵的事，就是解说上帝的圣神要解说伫咱未了解的事，互咱来得到帮助。今仔日我要通过这段的圣经来提醒兄弟姊妹，人一生的学习是真重要。为什么咱要叫咱的青年甲咱做伙做礼拜？因为信仰的功课毋是老人才知影，所以伫信仰中间有一个真要紧，就是咱信仰的了解、信仰的财物，伊本身咱嘛通甲伊讲，迄是一种生命的哲学，也是讲生命的神学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要讲生命的神学，因为迄是上帝所予咱的是种的智慧啊！伫圣经中间，伊解发的做欧伊达。欧伊达这个字就是一种神圣的知觉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看任何代志，通过我的目睭看，我就了解。什么人敢遮尔夸口讲，我看代志拢会透彻，就是我看了，我就会当清楚美感甲伊的深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有3个功课，我要提醒：人无外交，人无外交，人嘛毋通骄傲，因为人事实上有人的限制。恁同意吗？咱对真侪的财物，对代志的分析，对人生的事，对将来，对过去，人对来，人对过，要对去，人其实真有限。所以生命的神学，大人囡仔拢重要。我讲几个例，恁感觉婚姻的这种的态度，是爱开始要避办结婚才学吗？袂符合啦，对不对？恁同意无？其实囡仔了解婚姻是对因的爸爸妈妈的共同生活。囡仔伫细汉看到爸爸妈妈因的婚姻生活，因就已经大概形成因的一生中间婚姻的态度会80%-80%。当我细汉咧办家酒，就伫迄个中间，伊就咧学习婚姻啦。阁有人毋是到年老退休才来学退休的功课，恁同意吗？10几年前，感谢上帝。互我有一段因为放入一种的工作，就是世界传道会的工作。后来有较侪时间，伫咧灵修中间，我读到一个德国的牧师，伊叫做辛克，写2本中文的册，足好的灵修的册。伫迄个中间有一个伊的人生的选择，互我有足大的提醒。伊讲，当我伫一生中间，特别伫德国。我诚做所有的畅销书，伊卖册是算100万本的，毋是算1万2万本。伊伫全德国是足出名的灵修的牧师，伊著作的册是足济。但是忽然伊感觉有一个时阵开始，伊宣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必再写册，我要将所剩的时间留互我家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我的会已经到一个阶段，该写的、该讲的拢有啊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将时间留互我家己。自私吗？毋是，伊留迄个时间互伊家己。伊讲，我要学习，准备心来见天父上帝。伫咱的一生中间，有心中功课比学习见上帝较重要。学习要听候见上帝，毋是老人的专利啦，毋是因食饱营养，所以伫厝里内底无代志做。所以就爱读圣经，看来打发时间，毋是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来做礼拜前，咱有准备心无？咱来做礼拜前，咱敢有准备讲，这礼拜中间，我的确会当伫礼拜的中间来甲上帝，伊的圣神来结连做伙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
咱的人生是一条歌，生命之歌；咱的信仰嘛是一条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这种的态度，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。伫我要讲解圣经之前，我要邀请咱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咱为着咱要当对圣经来得到帮助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讲的人有限，听的人嘛有限。愿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得到造就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深深知影，独只有上帝你的圣神要将属灵的事来讲解，用属灵的言语来和合，互阮听就会明白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礼拜中间，对每一个你的囝儿，因的心讲话，独你知因的需要，独你知因的欠缺，独上帝你知阮心中的重担。愿主你的圣神对天降临，对每一个兄弟姊妹亲自来讲道，亲自来解说今日的圣经，帮助因对上帝你的话来得到造就。愿伫你面前的祈祷，我给他所有圣名，阿门。信仰是咧追求一种的智慧，信仰嘛是咧追求一种的能力。智慧会当互人了解，但是智慧无一定会当互人能力活出来，自由自在、平安喜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亲自对你讲话，你带什么种的重担来，你就将什么种的重担交予上帝。你带什么种的祈祷来，你就带什么种的祝福到你的生活中间。原来的上帝是一个活跳跳的上帝，原来的上帝甲所有亲爱兄弟姊妹，甲恁三甲对地，对少年到年老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这3句的圣经，互咱知影，上帝早就已经对世间人讲话。只有因为世间人，有的人无愿意听，有的人无够个安静，有的人无够个谦卑，无愿意听上帝伊的声音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传道书第6章第12节，兄弟姊妹，这段话咧讲起上帝要怎样帮助人啊？对伊的话中间，对圣经的帮助中间，会通得到智慧。伊讲自追在伊的人生，伊讲人人生亲像一个影。你捌听过这种比喻无？人生真空虚，亲像一个影。3000年前，所罗门写伫伊的传道书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若有对这个话有感动，我要甲恁分享。恁读去了后，你会记得读第3章甲第6章。第3章第6章，伊讲世间凡事拢有伊的期，世间万物拢有伊的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伊咧中间咧讲起上帝有伊奇妙的安排甲伊的时间。咱伫人生中间有真侪人的限制，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这3句话，旧约的圣经经文、新约的圣经的经文，佮有今仔日的金句。这3句话环绕3个主题：第一，人无真巧，人有咱智慧的有限；第二，独只有上帝的圣神会通开拓。会当和合本哦，伊用和合这个字，和合这个字，伊的解说圣经原文就是讲解说互咱听。兄弟姊妹，有时你咧感觉做礼拜时，你听无所讲道，会感觉讲啊，我以前读这段圣经，啊，我谁啊较无安尼了解？毋是牧师比恁较巧，毋是，咱拢需要圣神的帮助，咱拢需要安静。愿天父上帝伫这个中间，特别伫传道书第6章第12节，伊讲着2项。伊讲人唔知什么，唔知你伫一生中间什么对你有利益。伊讲人一生亲像一个影，人伫生前，就是讲伫人的一生的中间，伫这个活的时阵，你敢已经真正把握，也选择迄个真正有意义甲价值的人生。有人到年老才吐气讲啊，早知啊！对不对？这句话咱常常互相咧提笑，早知就袂赴啊！伊伫这个所在讲2摆，自追会知，意思是讲无人知。第二，无人知影你死了后要对地去。伊讲自追会知，人过世了后，伫日光的下面有什么？对伊将来要去的所在，要去的世间，将来的画面有帮助。
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甲咱讲，人的事甲上帝的事，咱若将传道书甲结合做今仔日咱所要听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我非常爱哥林多第2章，因为伫这个中间咧讲起，人通过圣神的帮助，人会当知影伊家己人的事。今仔日一起头伊就讲打人的事，若毋是伊家己内底的圣神，就无人会知。这个字，伊主持牧师甲咱讲叫做爱达。其实，这个功课甲这种的信息，牧师伫讲道中间反反复复足济摆。爱达伫圣经希腊人因中间咧讲，一种神圣的智慧，是上帝所互人会理解。人看无一定了解，人听无一定明白。但是当上帝的圣神踮伫你的心内，你看你就知。爱达这个字本身原本伊的字根就是看呐。看的意思就是通过观察，通过看，伊就会当明白美感甲智慧啊！兄弟姊妹，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发手你讲，主啊，若毋是你圣神的帮助，我一生就是安尼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互相比较。有一日我要比牧师较高读圣经，有一日我要比牧师较高讲解圣经。像这我伫新人院，我嘛拢感觉安尼呢。我的老师咧讲的道理，开始我拢敢若听呢，耳孔拍拍。我什么时阵才会当亲像我的老师，这样有智慧，佮这样口才？我拢感觉讲，我一生到年老嘛无可能，因为我生来就是后知后觉的人啊。我感觉是安尼，所以我拢常常甲我的查某囝讲。咱兜有一个记号图腾叫做牛啦，牛吼虽然行路袂行真紧，伊就是一步一步，但是伊若稳了行，稳了行，稳了行，伊嘛要行到伊要去的所在。恁爸爸不是千里马，所以恁嘛毋是千里马，因为恁的 DNA 就是安尼尔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咧，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得到信心，将上帝神带到咱的人生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做礼拜了，毋通袂记咧，伫咧阿门之前，你喊手讲，前来圣神，对今日开始到一生，你永远无离开我。也这样，你感觉这祈祷有偌重要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我要讲两项的今仔日的主题。第一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，你读偌济教育是偌济教育，你就有偌济能力。真侪人咧感觉台湾人，全世界拢咧问讲，为什么台湾这70年中间遮尔大的改变？70年前台湾的收入比菲律宾更加低，一个月薪水无到100块美金。迄个时阵的台湾是三角拥有贵了的，但是台湾为什么70年改变遮尔多？所以有真侪人咧分析这个理由，因发现教育改变台湾。70年前，台湾人的时代人就知影讲，我的囡仔将来若要改变命运，上要紧就是互伊读册。兄弟姊妹，敢若读册还佫无够强，咱要有真正的智慧。有学历无代表你一定有智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了解，咱对两项代志是束手无策。就是咱毋知影上帝到底有啥物计划，咱嘛毋知上帝到底伫我的一生中间，伊会当做啥物。第二，咱毋知上帝伊伫什么时阵要做啥物代志。一个巧巧的人是伫正确的时间，伫一个特别的时间做特别的代志，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，迄个代志就事半功倍。有真侪时阵，你做的代志若无着时，常常是做弄巧成拙，对不？但是有什么人也要去注意着讲，原来迄个关键的时间点、时间的感觉真重要。咱心中有圣经的感动，你会突发灵光，你有直觉第六感，你会知影什么时阵啊？这个时阵来做啥？对啦，慢慢，对少年到年老，咱哪来就哪知影讲，原来上帝圣神伫咱的心内中间常常咧甲咱讲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的圣神帮助咱。今仔这个礼拜牧师伫心中有着兄弟姊妹祈祷，求我的上帝，也是你的上帝，帮助咱打破咱的无知。这个时阵，这个世间，台湾人
足一人互骗去，是因为伊无教育吗？毋是啊，常常是因为伊无法度判断，这是一个诱惑，还是这是一个欺骗，还是这是一个话术？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传道书3章第1节，伊讲天下万邦拢有伊的奇，万行事拢有伊的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牧师无去读落去到11节，兄弟姊妹，恁倒去家己读。伫这个中间咧讲时，英语翻做 season， 就是讲四季。这些人虽然无读真侪教育，但是伊知影春天做啥，热天做啥，秋天做啥，寒人做啥，是毋是？这些人真够看天，伊知影四季，对来，对经验，对伊的观察。第二，伊伫这咧讲天下万行事拢有伊的时，英语该翻做 time。但是这两字对旧约的圣经翻做希腊语，诚做希腊人要读的旧约圣经的时阵，伊用希腊语翻规本的旧约的圣经的时阵，伊拢用旧一个字叫做 Kairos。Kairos 这个字，互咱想到埃及的首都开罗有无？有一篇叫做《开罗宣言》。Kairos 这个字，伊的意思就是在关键的时间，中文翻译做契机。特别的时间，特别的代志。所以对细汉的时阵，咱的训练就是伫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代志。如果你的囡仔去上课，伫上课时间无要专心听，伫遐安尼四处漂泊，伊倒来你搁读偌济时间呐，效果都不比伫学校内底专心听重要。你有同意无？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代志。当你囡仔对细汉的时阵，就需要这种生命的功课、生命的神学。伊伫咱的家庭生活中间，就咧学做大人啊。伊伫咱的家庭生活中间，就咧参与咱怎样解决危机。伫咱的家庭中间拄到大小事的时阵，咱的囡仔点点咧看父母安怎咧解决。是发脾气吗？像着迄个顶顶的迄个蚂蚁，咱们戆戆伫遐撞啊走无咯。咱的囡仔伫咱的身边，其实就是咧看咱怎样用信用来过咱的人生。我凡事老练，我知如何处富裕，也知如何处贫穷。我凡事老练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亲像圣经的保罗所讲嘛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圣神，互你对时间这个观念，对时间这项物件，对时间这个原则，对时间这种的生活，有真敏锐的心。到只有对时间有真敏感的是，这种的人，伊才会通成做一个领导者，伫决定这重要的时间做重要的决策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透彻。今仔圣经第3章讲，圣神透彻万事。透彻的意思什么意思？透彻的观察，观察了透彻。伊讲，独独上帝用伊的圣神，甲咱显明，显明什么？显明上尾怎上帝的奥秘，上帝亲笔，上帝的奥妙。上帝的圣神若踮伫咱的心内，上帝的圣神就要从真困难、真复杂，人无法度理解。咱无法度想象迄种的人生中间的智慧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感觉你的生命真有限，你若感觉你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，亲像我少年的时阵的感觉，我感谢上帝，我慢慢享受安静听伊的声的时，我才发现讲，其实有当时我嘛无比别人较歹呢，有时我嘛无比别人较缓慢呢。老师常常伫国际会议中间有当时，人爱你表达，但是台湾人有一个习惯，守口如瓶啊，无凊彩讲话，因为惊讲唔对话，安那漏开，歹势见笑。兄弟姊妹，外国囡仔唔是，老师问讲，恁啥物人知？大家招起手，迄囡仔对啊讲唔对啊讲，因为因的细汉的训练就是训练互因表达，因的父母会甲因教讲，安静想好，慢慢来讲。这是圣经的话，这嘛是犹太人的态度。
兄弟姊妹，愿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为着咱的智慧祈祷，求上帝圣神蒙你的心，互咱透彻，互咱会当了解。上帝伫你一生中间有伊的安排，你相信吗？你来做基督徒是干那来担乐签乐透吗？你来做基督徒伫做礼拜中间，你干那要听迄种的好的演讲尔吗？也真毋是。上帝家己会准备一篇好的演讲，互你听，你相信吗？这是我伫甲咱分享最近读迄本册啊。伫700万年前，人叫做人类啊，猿人啊，后来叫做智人啊，后来叫做近代的真智人啊，人类慢慢，我来问讲，这本圣经了不起是400年前开始口传，那安尼是毋是400年前啦？4000年前。若无这本圣经真正，上帝敢会对人类讲话？因为也未有阿伯和真正已经有阿当啊，但是阿当是啥物碗糕啊？阿当敢有真正这个人？敢有真正夏娃这个人？牧师毋是要甲恁迷惑，毋是哦。上帝话真正真奇妙。阿当这个字叫做众人之父，夏娃这个名的意思叫做众人之母，奇妙无？上帝要解说遐尼长几百万年人类安怎发展，但是用上帝用足简单，伊讲我照我的形做人，一句话解决了1800万年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上帝的圣殿，对少年甲年老，咱拢要对上帝的话甲圣神来得到祝福。第二，我要甲咱兄弟姊妹所讲的，就是终身学习。兄弟姊妹毋通骄傲，你讲我已经知啊，人也未讲了，你就马上都该引导到去答案这个回。兄弟姊妹，终身学习，学习做一个能够让年轻人尊敬的长者，学习懂得谦虚的年轻人。伫任何时段、任何时间，用祈祷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伫我这个年纪，我应该做什么种的代志？伫每一个年纪拢有年纪的功课，所以少年人也有少年人的行，活泼毋惊死，活泼毋惊死。足侪意见，足侪疑问，童言无忌，你做你问，父母无一定会当答，老师嘛无一定会当答，牧师嘛无一定会当甲咱解说。但是咱会当倒来讲，上帝，你的圣经安怎讲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圣经是一个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讲牧师，迄是一个形容词，没有错。但是，伊是一个重要的形容词，因为咱伫人生中间，咱需要有灯带路，对吧？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。伊若讲话，人的心中有一种的直觉，叫做觉醒。伫近代的哲学叫做启蒙啦，就是上帝将顶挂掀开，将迄个顶挂掀开，你就知影讲，今仔日妈妈是煮什么货啊？一道什么样的菜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3节安尼讲，搁阮甲恁讲。保罗伊甲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姊妹讲，搁我甲恁讲，我毋是用人智慧的言语，我毋是用我的口才来甲恁讲，我用什么？用上帝的感动，上帝指示我的话。落去迄蓝色伫尾仔第2节，伊写一个和合本的和合有无？这个字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解释，这个字我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连结。足水的字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圣神呢，将上帝的圣神，伊用上帝的圣神甲上帝的上帝的事结连做伙。换一句话，上帝的圣神来甲咱讲，我的囝，我的查某囝，今仔日你拄着这样代志，是上帝为了要造就你，要锻炼你，要帮助你，兄弟姊妹。这叫做圣神将神圣的话，用神圣的话来讲神圣的事。咱做父母的人嘛，有一个责任，
就是用对的话来养育咱的囡仔，正确的观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跟咱的囡仔一起成长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做伙伫上帝圣经的话内底来做伙成长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和合这个字，伊会当翻译做解说甲连结，将两项代志，就是圣经所写的话白纸黑字，但是有的人读无了解，伊需要有问牧师，伊需要问长老，伊需要问爸爸、问妈妈。爸爸，这句圣经到底什么意思？咱若以前有经过人的帮助指导，咱就有能力，甲咱的囡仔讲，原来圣经这句话是在讲什么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第一个，我要甲兄弟姊妹咱讲，圣经是一本咧讲起智慧、财物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知识，你会记无？用上帝圣经若点伫人的心内，迄个人就充满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，佮有就是知识、知识的灵。佮来最后，伊就摇头，伊会知影讲：我虽然看不到上帝，但是我知影有上帝，有敬畏上帝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信仰本身就是一种的神学，就亲像真侪哲学家。因伫人类的中间，因毋是咧表达，其实伊甲咱同款。哲学家其实拢伊天生就是一个会问问题跟找答案的人。我的老师伫咧指导我论文的时，伊甲我讲，一个学生，伊若问到他找到了问题，他就可以写出一篇好的论文。恁同意吗？伊阁甲我讲，你若找到一个问题。你若已经足清楚你家己的问题是什么，你就已经有一半的答案了。哦，感谢上帝！我这个老师这两句话，让我一生受用无穷。你若要问问题，你就找到一半的答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面对迄个问题中间，你心内已经有土法炼钢的直觉，遐你只嘛唔能看轻家己。其实，迄就是上帝的圣心伫咱的心内开始咧对咱讲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，上帝的圣心要互咱对这个无知变知，对无知变知，要互咱超越迄个人物的界限。我细汉的时阵，亲像囡仔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意念亲像囡仔，你会记无？哥林多前书13章，保罗讲：既然长大成人，就弃散。注意这字，丢弃啦。丢弃那个幼稚，丢弃那个可耻，对今仔开始，我要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。这是一世人的功课。讲有兄弟，你同意吗？你信主之前甲今仔日，你有发现你有改变吗？其实基督教互人人类最大的礼物，甲神迹，就是生命的改变。耶稣基督带予人类最大的福音，最大的礼物，不是圣诞礼物。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原本是一个无知的人，我看世间的荣华富贵做何等的宝贝，但是自从认捌主耶稣基督了后，我才知影。有一种的生命是比荣华富贵更加重要。兄弟，你透铁人嘛？你敢有把你今仔日的选择，是你一生行到尾后，你要讲 yes。因为我对少年就找到一条唔免改变健康的道路。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人的一生虚度光阴，亲像影过去。之所以会知这什么事，伫咱的人生，伫人的生情，伫人要活的时阵，是有价值有利益的。现在你回答这个问题，你讲牧师歹回答，你替我回答。我甲你讲，牧师嘛无法度甲你回答，因为迄是你的事。但是牧师要邀请你祈祷，你甲上帝讲，我的一生。做人啊，做人心情要活咧，我应该安怎办？
但是今仔日的礼拜无结束，今仔日的讲道嘛无结束。求天父将这圣神对你讲话，互你对这句的圣经经文有足深的祈祷，祈祷再祈祷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直到有一日，你真正了解，你一生所选择的职业、婚姻、所有的投资，你会做人，独只有为着一个真有价值的代志。主帮助你的选择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我是谁？他是谁？也即咱今日做礼拜阵，咱有时间咱要来听牧师的讲道。咱今日要做礼拜是要做伙敬拜，象征性咱看袂到。这个礼拜设立是为着要带人敬拜天地的上帝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敢认捌这个上帝？打人的事，若毋是伊家己内底心中的圣神，别人会知。你毋是我目肚内面通，对无？咱台湾话足水个，啥物人会当知你心内咧想啥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伊讲，独只有你内底迄个圣神，独只有上帝的圣神，人才会当知影。最后第二章。上帝的事，若毋是上帝的神，无一个人会知。咱今仔做礼拜目的，就是要了解我的人情世事。咱做礼拜是要为着知影讲，我何去何从。咱这少年人做礼拜，应该有一个最要紧的目标，找到标杆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少年人真正需要的就是伫圣神的感动中间。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，无怨无悔，一世人的坚持，行到尾啊！主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，认捌上帝的事，认捌家己的事，这是两个真重要的代志。人认捌上帝了后，你对人情世事的认捌，就完全颠覆，完全改变。一个人若认捌上帝了后，伊对人情世事的解说，甲人情世事的选择，会完全无同款。有影，你试看卖。你若真正做一个认捌上帝的人，你会成做一个足特别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这是牧师的代祷的经文，耶稣第1章17节。求咱的天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就是荣耀的天父，将智慧甲启示的灵授予你。老师今仔日要徛上讲台进前，这段圣经不断伫我的准备的祈祷，为着兄弟姊妹祈祷，求上帝赏赐恁智慧的灵，求上帝赏赐恁启示的灵。启示的灵就是你过去无经验，但是上帝要伫这里拄到的代志顶悬，拍开一个门，互你知影讲，安尼做就对啊。启示，愿天父上帝，互咱读圣经、读旧约、读新约，你读所在拢读到圣神的能力甲帮助。你读到这段，你有想到牧师常常甲咱复习的以赛亚11章第2节吗？耶和华的灵若踮伫伊的内底，伊有啥物？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谋略的灵，有知识的灵。知识的灵是第5个，第2个就是能力的灵，第4个是能力，再来知识，最后呢？感谢主。兄弟姊妹，互咱的教会叫做敬畏上帝教会，好无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个智慧的灵、甲启示的灵，踮伫恁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，因为以弗所书第1章17节，搁落18节、19节，伊咧讲起，使你们知道这个知道，就是爱的，互你了解上帝所甲恁备办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，伊要开咱的目睭。互咱看见、看明18节，第1章18节，伊讲要开咱目睭，互你看明，照明你的眼睛。爱到这个字的本身，也字根叫做看，能够真正的看清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伫世间有2种的智慧，智慧叫做 Sophia， 智慧希腊语叫做 Sophia。
属世的智慧、属灵的智慧。属世的智慧叫做 cosmos，cosmos 就是咧讲宇宙啦。但是伊咧讲起上帝圣神，伊讲是就是用上帝神的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若认捌上帝智慧，咱就认捌这个世间的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脱离这个限制。咱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圣神帮助咱拍破。第二，兄弟姊妹，选择咱的一生，你甲上帝讲，我要一生学习这个信仰，甲这个信仰的功课。求天父上帝用伊的圣神，求伊的圣神，甲咱和合，好不好？和合就是做媒人啦，甲咱解说，甲咱连结。愿圣神成做咱甲上帝中间的媒人。上帝以家己的圣神解说伊家己的事，互咱伫伊的智慧中间来得到帮助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的祈祷，将启示的圣神、和智慧的圣神赏赐互咱，互咱成做聪明的人，成做有能力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圣神甲咱三家弟弟直到一生的落尾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降临伫阮中间，愿主你祝福今仔日个礼拜，互阮有正确的智慧，也互阮伫人生中间参与上帝你已经定到 Kairos， 就是你为着世间人所定到的时的期。对伫我一生中间，求你将这种的观念，就是永远的观念，放伫我的内底。主求你帮助。互我真侪会通理解上帝你圣神的感动的基督徒，无消灭你圣神的感动，独独只有坚持你的感动，就是我一生的呼召。我伫你的面前，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